里就有收获。我们跟神走，越走越光明，守护理想后看岂能蒙拯救。我们跟神走，为得着真理，传扬见证神义不容辞。我们跟神走，越走越光明，守护理想后看岂能蒙拯救。我们跟神走，为得着真理，传扬见证神义不容辞。跟着真神走，神话带领我。现在是神检验我们的时候，撒旦势力还在垂死挣扎，依靠神就不会胆怯退后。跟着真神走，神话带领我。神的工作已到最后的时刻，该尽好本分，体贴神心意，献上全人为神花费来见证神。